前盾机啊，前盾机啊，你看那个，它吊机器下去，人要下去操作机器，前盾机，一边挖土一边前进，一边挖土一边前进，那路越宽的会挖得越深，它是像滑坡，有点像滑坡，越挖越深了。水往低处流，挖的方向会像滑坡那样一直往下，路面越宽的会挖得越深，有的挖2层楼深的。超级大钢管大概有2层楼深，3层相接的，3节超级大钢管相接。哦，那你看这个前盾机，一边挖土一边装这个管，然后一边前进。用前盾机在钻那个土，挖那个土。吊那个管子下去，一边挖土一边接这个管，会越挖越深。防水灾工程啊，以前呢，夏天下大雨后会积水，北边比较高不会积水，南边的比较早期盖的房子路基都比较高的，地基比较低的，路都铺得越来越高，当然两边水沟都盖起来了，所以挖几个孔就排水排得很慢的，都会造成房子淹水。这个就是要防水灾的工程，防水灾的工程。防水灾。挖土啊，用前盾机在很深的地方挖土接管，挖土接管，然后前进到那个十字路口那边有一个大的洞，东边也有挖一个大的洞，这之间要用前盾机。一边挖一边接管，一边挖一边接管，前进，会越挖越深，有点像滑坡的坡度那样。路面越宽，挖得越深。一边挖一边抽水，一边把土清出来，然后还要接管子，然后前进这样。Thank you, welcome.
prevent the water too much too. Welcome，这防水灾工程啊，用前盾机在挖地下的管道，用管子下去接，免得那个水灾啊。路边那一块要挖得越深。柳营都做好了，那新营做很久，做1年多了。以前的里长蔡云新先生提出申请，还有市议员蔡英文先生也帮忙通过申请，有了经费，然后做这个防水灾的工程。挖了那个超级的大洞，大概30多个人都可以站进去。超级大钢管大概有3层，深度大概2层楼那么深，你看挖那么深。挖土、抽水，然后做水泥工程，然后你看放机器进去操作。用前盾机，一边挖土，一边清土，一边抽水，一边前进，接管子一边前进。挖到十字路口那边有个大，有挖一个大洞。东边也有挖一个大洞。这之间都要用这个前盾机下去挖，然后接通真不简单哦！那个管子一节一节的相接啊，那为了要防水灾啊，早上也有下雨。台风季节雨量很大，两旁的水沟都有盖着，然后只有挖几个洞，这样排水排得很慢，排不掉的水会跑到那个地基比较低的那个旧的房子这盖快50年的老房子，地基都比较低啊。北边的新房子地基比较高，它的路面越铺越高，所以你看水排不掉，就跑到房子里面去，就变淹水了。去好像前年淹2次啊，淹水退了不久，又来了大雨，又淹水，淹了2次，1天里面淹的水淹了2次。后来的里长又提出申请，市议员蔡议会都帮忙通过申请防水灾的工程经费，好像5000多万元。从去年就开始施工了，施工1年多了，还没有做完呢。柳营的先做完，没有看动漫的，谢谢你。靠近正德红场。
靠近东边是新国高中，那西边是那个市政府的林志路的行政中心。好了，谢谢了。直播大概到这边就要停了，谢谢观赏啊！欢迎搜寻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欢迎订阅，版权开放，欢迎订阅功德同享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 ，TKT 道清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，谢谢您的观赏。